中国驻土耳其领事馆分发的一本关于东突厥散的册子引起土耳其学者的关注和反对。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去年在凯宾斯基酒店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共政权成立70周年，有不少的土耳其议员和党派代表出席。当时中国领事馆趁机分发一本名为《新疆反恐、反极端主义斗争和人权》的宣传小册。阿布普泰坑基金会主席、伊斯坦布尔大学突厥研究学院讲师乌迈尔库尔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中国领事馆分发的42页的宣传册子充满着偏见和歪曲。这本册子弯曲了东突厥散和维吾尔人的历史，并否定维吾尔人和突厥人的血缘关系。其中写道，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代，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有奴隶和奴隶主关系。库尔博士在声明中写道，我认为没有任何嘉宾阅读过这本小册子，因为如果阅读了这本小册，至少有一些了解历史的人会反对这本宣传小册。该小册子基于侮辱伊斯兰教和无数土耳其身份。中国驻土耳其领事馆每年举行类似活动庆祝国庆节。在东突厥散、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受到中国政府镇压和严密监控，那汉族人情况又如何？居住在东突厥散一名汉族人写了一篇有关中国政府如何破坏维吾尔人的文章。文章称，这几年我每回一次新疆，我感受到的气氛都要收紧一些，受到的管制都要更多一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进到任何一座建筑、餐厅、商城、电影院、医院、超市等等，都需要通过安检，一道检查包，一道过人，还要刷身份证。所以亲戚们经常开玩笑说，在新疆没有身份证，你连小区都出不了。2017年以来，中国建立大规模集中营，不少维吾尔人遭到任意逮捕。这位汉族人在文章中写道，一位朋友告诉我，19大前后，他们单位很多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突然消失，朋友、家人、同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几天后才传出消息，说这些人已经被抓。至于为什么被抓，原因五花八门，不配合安检，发表过不当言论，以及此前有案底的不管有无再犯都一律被抓。当我向家人朋友表示对这些措施的不理解时，往往获得的回答只是一声叹息，这就是新疆。有时候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已经太久，所以一系列大家习以为常的管制才让我无法忍受。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现年41岁的中国人账号被判犯有经济间谍罪、窃取商业秘密罪和共谋罪。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审庭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显示，从2010年至2015年，账号何某窃取了安华高科技和 Skyworks 两家公司的商业秘密。这两家公司专门从事半导体设计和处理。账号在南加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天津大学教授。2015年，张浩从中国飞到美国洛杉矶入关时被警方逮捕。张浩在美国被控盗窃商业秘密以及参与经济间谍活动，由加州圣荷西联邦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将于8月31日举行量刑听证会。法庭文件显示，张浩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可面临最高15年监禁，其窃取商业秘密罪则面临最高10年监禁。中印双方在有争议的拉达克东部地区持续对峙。据最新消息，因解放军在该地区附近活动增加，印军已将防空导弹系统部署至拉达克东部地区。据印度时报报道，因中国战斗机和直升机在拉达克实际控制线附近活动增加，印度军队已将防空导弹系统部署至拉达克东部地区。目前，印度装备的快速反应防空导弹包括可以在几秒内击落快速移动战斗机和无人机的阿卡什导弹。
美国指挥官表示，美国战机昨天在阿拉斯加外海拦截4架俄罗斯侦察机，那批俄罗斯 Tu-142型侦察机飞至距离阿拉斯加以南阿留申群岛65海里以内，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游荡长达8小时。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的 F-22战斗机紧急升空，以应对4架俄罗斯 Tu-142侦察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发推文表示，他们都停留在国际空域，并未闯入美国空域。